圣餐。假使咱中间若有第一摆来到永福教会，你也未信主，伫教会中间嘛还未洗礼，嘛还未坚信，还未针对教会的陪餐的会员的时阵，请你毋通摕即个饼甲即个杯。假使你若是伫别间教会，也已经受洗，嘛是伫别间教会，伊也已经守主的圣餐，阮用主的肢体来中间来欢迎恁，甲阮三甲伫即个永福教会伫即个所在来守即个圣餐，请咱来平凡心。假使你若伫楼骹的，咱遮的招待人员，请咱起来伫咱的三楼的所在，咱要来鼓励。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，参加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听听主耶稣对囡仔回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讲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凭我的人割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凭我的人我割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甲你三甲伫地所听行这，请你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。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收，也捌传互恁。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，作诗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哩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捧杯，安尼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胃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就行哩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耶稣基督奉卖迄一暝。摕饼祝谢，所以咱要照伊的款式来先伫主的面前，三甲来感谢，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全能至圣的悲愿的上帝，愿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来经选阮，互阮有罪人不配人，会当成做上帝讲你的百姓，分伫你圣囝基督奥妙的体中间的一。主，阮学了你的圣尊名，你将奇妙的恩典施落伫阮的心上。透过今仔日这个受祝福的这个圣礼典，阮会当了解耶稣基督为着救赎阮来死，借着这个圣礼典，领受到耶稣基督的身躯宝体，甲伊的流血宝血。因为安尼，阮谦卑恳求你，互阮无搁为着阮家己来活，是要为着主来活。因为你为着阮来死，也为着阮来过活。主，阮要将这个恩典刻牢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的信心会当以后哪成长伫主你的内面，对伫这个信会当行出好的行为，见证上帝你的恩典。愿安尼伫你面前谦卑祈祷，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主耶稣受的迄一暝，甲这学生三甲一个都捌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哩来纪念我。主耶稣三甲学生三甲一个都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哩来纪念我。请咱平凡心来守主的圣餐，请侍奉的这长老来头前来准备侍奉。你还未摕到饼的人，你的座位安静，平凡你的心。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每一摆摕这个饼，
咱的少年耶稣基督，就是咱放撒者的主。咱本地主的脚步时阵，咱看见咱有限的恩典主的面前，透过这个圣餐，每一摆立定咱的心志，坚定来跑走这条信仰的道路。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孝念伊，请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，主耶稣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规设里面，今仔日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 咱这个时阵，你来请长老来捧杯，咱还未摕着杯，兄弟，伫咱家己座位的所在安静来准备心。
咱拍破流出的宝血，表示主的救赎。当咱啉这个杯的时阵，先做反悔咱家己的罪，因为基督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，有咱伫上帝面前真做圣洁无瑕疵的。透过这个杯嘛，互咱主的面前珍惜、感恩、定心一致，行这条主的道路。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为了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伊，请咱同心来领受。因十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 愿主耶稣基督平安，甲咱三角地地，同心满头来感谢。全能的主，阮的上帝，四面对你来，愿知这种的宝贝礼物放伫阮的手中，愿都活出上帝你创造阮的迄种的尊贵，互阮会当伫真做你的囝儿女的中间看做神圣。今仔日阮举行圣礼典，甲主你三脚同坐倒，请做愿培养灵魂真实的食物。 啊，阮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明白阮伫主你的面前的有限甲无够额，总是主你无因为安尼，阮的条件的关系离开阮，乃是你个欢喜阮、疼惜阮，阮会当参与着诚侪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，诚侪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诚侪你永远的国的福的。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搁一摆，当阮献身伫你的内面的时阵。 愿你来欢喜接纳阮，
煞将你的慈悲帮助阮、扶持阮，互阮伫即个圣洁的沟通的过程中间，佫较会当勇壮来成就上帝你所欢喜的囝儿女，荣光上帝你的圣名。愿咱来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门。今仔日圣餐就到这里煞。